今天晚上吃什么？你想吃什么？我想吃炸鸡腿。好，给你买。喂，谭总，保险公司的张律师到了，您在吗？我知道了，一会儿吧。谭总，您觉得怎么样？这个险种的投保额太低了，致使受益人的保障也有限，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推荐啊？谭总，如果您觉得投保额低呢，我们这里有一款专门针对您说的这个年龄段的儿童的一种高额的保险服务，只是它的投保额会稍稍高一些。有多高啊？您看啊，如果您一次性投保500万的话，那么从明年开始，受益人每个月就能领到相当可观的生活费，而且是终身享受的。你能保证受益人是终身受益？这一点请谭总放心，我们是有专人进行跟踪服务的。很多父母呢，为了给孩子提供一个安稳的未来，都会选择这种保险。就要这个了，替我尽快整理好，谢谢。好的，谭总，我办好了给您打电话。再见。再见。我想跟这些小朋友玩一会儿。一会儿吧，那去吧。玩一会儿就上来啊。行。注意安全。哟，小心小心！姐姐帮你们玩好不好？来，姐姐帮你们玩。坐上去，来坐上去。好玩吧？来啊！少宇帅哥，我早就发现你在盯着我看了。怎么样，还是我厉害吧？是，一练最厉害了，每次我都赢不了你。少宇帅哥，你什么时候走的？你怎么走了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我都快想死你了。我上次有急事要去处理，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对不起啊。我也好想你们。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要听你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呢。还要再过一段时间，等我回来就给你讲故事。你知道吗？天乐还有依然都在家里等你呢。我们去找他们吧。哎，现在还不行。为什么？因为我要急着赶回到上回给你讲的小王子的那个星球上去，有事情要办，来不及见他们的。是吗？少宇帅哥骗人。其实那都是书上说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王子的星球。当然有小王子的星球了，这星球上有特别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住的也特别舒服。等我下回回来就带你去玩，好不好？真的？真的。不许骗人。不骗人。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直拼就是小狗。盖章。盖章不做小狗啊！我不在的日子啊，
你要乖乖听话啊。我会听话的。还有，我今天来看你，不许告诉别人。为什么不能跟他说？我想给他们个惊喜。我想下回我回来的时候，带着你们3个，天乐、依然、你，再回到小王子的星球上去玩。你如果告诉他们的话，不就没惊喜了吗？那好吧。你放心，我不告诉他们。真好。但是少羽帅哥，如果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我想你了怎么办啊？我能不能给你通电话？行，那我告诉你个号码。怎么样？有没有记住啊？记住了。就你聪明，但记住了不许告诉别人。告诉别人的话，我不再回来喽。那我不告诉别人。好了，快回去吧，一会儿依然该看到咱们在一起了。那少羽帅哥，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一定要把我接过去哦。那你要记得想我，要给我通电话。好，想你，给你通电话。那我先回去了。好，少羽帅哥再见。依恋，让我抱抱你，来。好了，回去了。妈咪，乖乖的。王董，不好意思打扰了。王总，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谢谢。少宇，怎么，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在想工作上的事情。哦，你最近工作很上心啊。应该的嘛，以后我会把我所有的心思都放到工作上，不让你失望。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工作上有什么要求，尽管跟妈说，妈一定全力支持你。妈，既然说到这儿了，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哦，什么事儿啊？能不能把公司30%的股权先分割给我？为什么这么急着要划分股权呢？将来这公司不都是你的了？我想在公司上市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这样上市也容易一些。哦，原来是这样，我自然没意见。公司能上市也是我多年的愿望，这些事儿就都由你负责吧，该办什么手续就去办，你做决定就好了。谢谢妈。还有，明天能不能先给我的账上花个500万啊？因为最近我看好了一个很好的风投项目，我也想参与一下。行啊，一会儿你把投资项目拿给我看看，如果没问题的话，明天就打你账上。好。风险投资现在是挺热门的，我们也的确应该参与一下。风险投资可是有风险的哦，你要小心哦。少宇啊，工作热情当然是越高越好，但是千万要注意休息啊，别把身体弄垮了。我会注意的。
喂，张律师，这2天有空的话，麻烦你来一下公司。没有咖啡，喝点白水吧，健康。说吧，一早过来找我干嘛呀？唉，给你带来一个惊喜。还惊喜呢？怎么给我带了1000万啊？这钱你拿着吧。不，你干嘛呀？我跟你开个玩笑的，赶紧拿走，拿走。妮妮，这是1000万，你拿去还给林天乐。钱的事儿你不用纠结了。莫哲，我刚真的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这钱我怎么可能拿呢？我不可能要啊！而且我爸现在住在你们家，我已经很感谢你了。钱你拿走吧，我不会要的啊。你为什么不能要？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你找我借什么我都会给你，你跟我客气吗？朋友，我跟你说我的处境，我不是希望你来同情我或者帮助我，我是觉得咱俩是哥们儿，我心里不舒服，就想跟你说一说。我觉得你了解我，相信我，这就够了。你把我当朋友吗？你把我当朋友就不应该用钱来衡量我们的关系。妮妮啊，其实我在国外这段时间，经常想起咱们小时候的事儿。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班同学，我的个儿还没你高呢，所以经常被那帮男同学欺负。但是，是谁跟个女汉子一样挡在我前面，指着鼻子跟人家骂，还跟人动手打架？我把你当朋友，我希望你也把我当朋友。我帮你是因为你是我哥们儿，我帮你是应该的。那我也是你朋友啊。梅叔叔现在这个情况，的确需要1000万。你有第2个办法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我出是最合适的。而且抛开你不说，叔叔跟阿姨从小就很照顾我，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我拿钱出来帮我的家人，理所应当。这样，你还是觉得别扭的话，这个钱就当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赚了钱慢慢还我，好不好？如果你这样还不收，那我觉得你就真的没把我当朋友。我现在能力有限，所以一下子还1000万，我可能一下子拿不出来这么多。梅兰妮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自信了？你在我心里和在人民群众心里，那是上海新晋的天才级别的钻石设计师啊！你以后肯定前途无量，不可能这点钱都还不上。而且我借给你这笔钱还有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因为我了解你，我知道你心里觉得欠林天乐一个尊严。你觉得这1000万重要，还是你的尊严重要？那这钱算是你先借给我的，我一会儿给你写个欠条，可不可以分期付款啊？可以。傻了吧唧的。谢谢。没关系。
谭总，您找我？哦，来了，张律师，来这边坐。最近都还好吧？啊，还好，气色不错。今天我找你来呢，是想让你帮我拟一份遗嘱。遗嘱？好好的为什么要立遗嘱呀？最近我脑部检查出来有一个恶性的胶质瘤，我估计剩下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恶性胶质瘤？那医生怎么说？可以做手术，但是成功率不是很高，即便成功的话，也有可能瘫痪。那王董知道这件事了吗？我还没有告诉我的母亲，我怕她受不了这个打击。谭总，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张律师，这件事情呢，暂且先不要让我的母亲知道，而遗嘱的受益人是谁，到时候我会告诉你。好，尽快替我办好就好。好，那我先走了。梅兰妮的门禁卡。天乐，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也希望这一切都是假的，可是我听见了，我亲耳听见的，我无法不去怀疑。但是你们两个真的应该好好谈一次，这中间肯定有误会。你们俩都相处这么长时间了，他是什么人？他对你是不是真心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的公司告诉我，梅兰妮的爸爸就是欠我们巨额投资，到今天也没有还，这是事实吧？是，我是喜欢他，可是他利用了我喜欢他，他利用了我的感情。那我想问你了，我现在是应该相信我听见的，还是相信我看见的？也许这辈子我都永远无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那你就这么甘心放弃这段感情了？那我怎么办？我去求他，我去求他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去求他告诉我他爱我。如果我不是林茂华的儿子，如果我不是林天乐，如果没有这笔钱，我愿意相信他说的所有的话。可世界上没有如果，我只能放弃。天乐，现在删除个文件，系统还会跟你确认一下，更何况感情呢？就这么一次了结了，总得确认一下吧。相信我，心平气和的去找梅兰妮谈一次，给她一个解释的机会。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远离易然，然后珍惜我。看着我，我这不看着呢吗？我眼睛看到的，就是我想要的幸福。梨花有主。见个面吧，有事儿，地址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1000万。
还给你了。哪来这么多钱？这个你不用管。莫哲，啊，莫哲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有这么熟吗？为什么这么大方呢？这钱是我找他借的，钱我已经还给你了，我不欠你的，咱们两清。这个钱我不会要，我没打算让你爸还，我已让公司撤诉了。我必须还给你。我不想在你的眼里，我永远是不明不白的。我欠莫哲的钱，我可以干干净净的欠的，欠你的不行，容易被怀疑。我不希望我被人误会，你用不着怀疑我。那天晚上是我太冲动了，我说了好多伤害你的话，我给你道过歉。用不着道歉。出了这么多事儿，彼此冷静一下，这样也挺好的。我就不相信莫哲会平白无故的借给你这么多钱。好，你欠他也是欠，欠我也是欠，你先欠着我的行不行？你不要把每个人都想得这么复杂，行不行？这钱我以后会好好还给莫哲，你拿着吧。这钱我不会要。夏丹，这儿有50万，是爱宝摔伤以后公司给的赔偿金。爱宝说什么也让我转交给你，让你把这个咖啡店给盘下来。夏丹，我们家爱宝真的是很在乎你啊。我劝过他，让他把你忘了。我都骗过他，说你和苏澈在一起了。可是就是这样，他心里还是想着你，一定要让你把这咖啡店给盘下来。他说只要你能幸福，他什么都不在乎。小丹，这个钱你还是拿着吧，这是爱宝的心愿。他为你伤成了这个样子，你要是不拿着，他一定会很伤心的。他要是伤心，我当妈的也会难过啊。小丹，你和爱宝的事情，我也想通了。我就是这么活生生的把你们拆散，爱宝绝不会幸福的。所以你跟爱宝的事情，我再也不拦着了。你心里要是还有他，你就去看看他吧，啊？那我就先走了，谢谢你的咖啡。你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最重的位置。也许这就是你想要的方式，忘掉所有的故事，要你在我心中
突然消失，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懂事，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真心来得太迟，花心偷走日子，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自私，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浪漫磨成理智，爱变得不真实，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无一失。忘掉所有的故事，要你在我心中突然消失，也许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的痛却不是一下子，我努力做你想要的样子，对不起，我尽力了却又把自己找回来，每次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懂事，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真心来得太迟，花心偷走日子，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自私，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浪漫磨成理智，爱变得不真实，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本来你是我的天使，不该记住我的名字，是我固执的坚持，你是我的一辈子。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懂事，渐渐找不到了熟悉的坚持，真心来得太迟，花心偷走日子，属于我们最幸福的事。我是最后一个傻子，不自私，我们都输给了寻常的日子，浪漫磨成理智，爱变得不真实，因为爱本来就没有万无一失。他现在情况还稳定吗？还行，我刚给他做完理疗，虽然医生说希望渺茫，但是复健治疗一定得坚持。最近一段时间辛苦你了。唉，应该的。哎，梅兰你没来啊？我们分手了。你知道他爸爸欠咱们家1000万吗？
天乐，你是不是现在挺疑惑的？疑惑在梅兰妮是为了爱你，还是为了还债？哎，你知道年轻人和老年的差别在哪儿吗？年轻人吧，什么事情都愿意问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要归根到根源去。而老年人的心里却是，什么事情动机不重要，重要的就是结果。什么意思啊？当年吧，我在百货公司工作，然后每天都要穿着12厘米高的高跟鞋，一站就要站8个小时，站得我满脚血泡的。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找一个男人，然后可以每天不用站柜台，不用满脚血泡的。后来呢，我就认识你爸爸了，然后他给我一个稳定的家，我们就这样10多年就过去了。当时呢，我嫁给你爸爸的时候，我并不爱他，但是到现在，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爱他。哎，那你为何纠结于说梅兰妮想着先还债还是先爱你？最重要的是，他最后爱上你了，那不就可以了吗？爱宝，哎，进来。你干嘛呢？进来啊！不都说好了吗？宝儿，我跟晶晶决定在一起了。大宝儿，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跟晶晶之前其实是一场误会。晶晶她爸爸生病住院，着急用钱，所以才跟你们家要那10万块钱彩礼钱。这事儿你不能全怪晶晶。宝儿，你得相信我。你说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你更得相信晶晶，她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你真的误会她了。宝儿，你看，你跟夏丹也甜蜜了，也幸福了。我希望你也能祝我跟晶晶幸福。你说我怎么就派了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卧底？宝儿，那10万块钱我俩商量好了，我俩会尽快攒，攒齐了呢就还给你。李爱宝，你当时派磊磊来报复我，我都不跟你计较了。现在咱俩算是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
这场反间战最终以我方卧底投降、失败惨重而结束。丁丁，过去的事都过去了，从今开始，替我好好照顾好我兄弟。放心吧，我祝你们幸福。谢谢。林天乐，这个你收下吧。这个钱呢，我不能收，这是我跟梅兰妮之间的事儿，和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如果我告诉你，妮妮现在是我女朋友，是不是就关我的事儿了？我今天来找你呢，就是为了告诉你，妮妮已经答应做我女朋友了。我们家跟她的关系，我想你大概也知道。其实梅叔叔呢，一直都希望妮妮嫁给我，可惜那个时候你们在一起。不过还好，你们现在分开了。我父亲已经答应梅家帮他们还所有的债务。李先生，其实不瞒你说，这些年来我为妮妮付出了很多。我想我最终打动了她，她选择接受了我。她现在是你女朋友？没错，我有足够的信心给她幸福。你应该知道，我跟妮妮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所以我比你更了解她。妮妮啊，她就算是眨一下眼睛，我就知道她在想什么。其实没有你的出现，我跟妮妮早就在一起了。至于她这次重新接受我，我猜是为了彻底忘记你吧。我跟梅兰妮说了，这钱我不会要的。李先生，我现在是妮妮的男朋友，我就有义务去保护她。我以她男朋友的身份劝告你，不要再拿债务的事去纠缠她了。啊，妮妮告诉我，只有你跟她之间没有债务问题，她才觉得不欠你什么。话说回来，你我都是男人，大家应该明白，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在爱自己的同时，还要去顾及另外一个男人。李先生，正是这个现实吧。收下这笔钱。妮妮让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她再也不想见到你。这是他的意思？没错。妮妮的话我已经带到了，再见。
啊？这么多钱，咱先不说这钱哪儿来的，我先给你讲讲给钱这人。看那账上了吗？莫哲。你知道莫哲是谁吗？莫哲是梅兰妮的一个发小，俩人关系很好，属于青梅竹马那个类型的。这钱就是他给的。这莫哲呢，一直很喜欢梅兰妮，虽然梅兰妮没跟我承认啊，但是我知道，我了解。没准儿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万一是梅兰妮跟他借的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要借给他这么多钱？梅兰妮拿什么还？这个问题解释不了吧？啊？依然，梅兰妮姐姐什么时候回来呀？乖，去看动画片吧。少羽帅哥什么时候回来啊？依莲，从现在开始，我们做一个游戏好吗？是不是要玩以后再也不能提少羽帅哥和梅兰妮姐姐的游戏啊？不对，我们要做一个让大家都开心的游戏，就是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每一秒，你做的事情都要让这个家充满快乐，好吗？好，我会听话的。我想让你快乐，也想让天乐快乐。依莲长大了，懂事了。你在看什么呢？我在看星空。哦，看星空啊？那你看的星空肯定比我看的星空大。为什么呀？因为你长得比我高啊，离星空近啊。天乐，我给你讲个笑话吧。好啊。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根火柴呢，它走在路上，突然呢，它的头啊就好痒好痒好痒，就挠啊挠啊挠，挠啊挠啊挠，突然，砰，着了，怎么办呢？这时啊，就来了一辆救护车，牙医的把火柴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啊，他就包啊缠呐，包啊绕啊，被包成了一个什么你知道吧？被包成了一个棉签，就这样。然后呢，过了几天呢，他的伤就好了。他来到镜子前一照，你猜他又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一根牙签。
真的，你怎么了？难道我说的笑话不好笑吗？啊，好笑。哼，来，坐下。陪我看会儿星空。哎，你知道吗？有一个地方叫特卡波，在地球的另外一边。那个地方叫新西兰，星空特别的美。等你长大了，有机会带你去，好不好？好。我想跟这些小朋友玩一会儿。一会儿吧，那去吧。玩一会儿就上来啊。行。注意安全。哟，小心小心！姐姐抱你们玩好不好？来，姐姐抱你们玩。坐上去，来，坐上去。好玩吧？来啊！少宇帅哥，我早就发现你在盯着我看了。怎么样，还是我厉害吧？是，一练最厉害了，每次我都赢不了你。少宇帅哥，你什么时候走的？你怎么走了都不跟我们说一声啊？我都快想死你了。我上次有急事要去处理，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对不起啊。我也好想你的。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还要听你给我讲小王子的故事呢。还要再过一段时间，等我回来就给你讲故事。你知道吗？天乐还有依然都在家里等你呢。我们去找他们吧。哎，现在还不行。为什么？因为我要急着赶回到上回给你讲的小王子的那个星球上去，有事情要办，来不及见他们的。是吗？少宇帅哥骗人。其实那都是书上说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王子的星球。当然有小王子的星球了，这星球上有特别好吃的东西，还有好玩的，住的也特别舒服。等我下回回来就带你去玩，好不好？真的？真的。不许骗人。不骗人。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骗，直聘就是小狗。盖章。盖章不做小狗啊！我不在的日子，你要乖乖听话。我会听话的。还有，我今天来看你，不许告诉你。为什么不能跟他说？我想给他们个惊喜。我想下回我回来的时候，带着你们3个，天乐、依然、你，再回到小王子的星球上去玩。你如果告诉他们的话，不就没惊喜了吗？那好吧。你放心，我不告诉他们。真好。那少宇帅哥，如果你到了小王子的星球，我想你了怎么办啊？我能不能给你通电话？行，那我告诉你个号码。
么呀？有没有记住啊？记住了。就你聪明，但记住了不许告诉别人，告诉别人的话，我不再回来喽。那我不告诉别人。好了，快回去吧，一会儿依然该看到咱们在一起了。那少羽帅哥，你到了小猴子的星球，一定要把我接过去哦。那你要记得想我，要给我通电话。好，想你，给你通电话。那我先回去了。好，少羽帅哥再见。再见。依恋，让我抱抱你，来。好了，回去了。妈咪，乖乖的。最近好吗？挺好的。你呢？挺好的。家里我都安排好了，你不用操心，就忙你的工作。你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直接告诉我，怕我忙，想不起来。你要喝汤吗？给你盛。我给你们跳支舞吧。老师刚教我的。叔叔，我已经帮你把1000万还给林天乐了。真的？他已经收下支票，是我亲手给他的。哎呀，这真是太谢谢你了，莫哲。你说这让叔叔怎么感谢你才好啊？叔叔，我跟妮妮是一起长大的，帮这些忙应该的。哎呀，不，叔叔啊，还是要好好的谢谢你才行啊！你放心，你们家的债，请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还上。哎呀，莫哲，你是帮了叔叔一个大忙啊！莫哲，以后你有什么事求叔叔，尽管开口，别客气啊。叔叔，我还真有件事儿需要您帮我。
哎，说，我想娶来你。我其实喜欢妮妮已经很久了，我觉得我跟她挺合适的，而且我也能好好照顾她。那你把这个事儿跟兰妮说了吗？说了。她怎么说啊？她好像还没有忘了林天乐，她没答应我，所以我才找您，希望您帮我说服妮妮。无论如何，我希望她能嫁给我。莫哲啊，可这结婚的事情，恐怕叔叔做不了主啊。这事儿啊，不是叔叔帮不了你，这事儿我的确是为难呐。你看哈，这妮妮和天乐刚刚分手，而且还是因为我的原因。叔叔，那个林天乐那样误会妮妮，让妮妮那么伤心，跟他分手是应该的。其实啊，这件事儿啊，不能怪林天乐。他是什么人，我心里很清楚。他对妮妮也是一片真心的。这场误会要怪就那个林天乐根本就配不上妮妮，只有我才能让妮妮幸福。我真的不明白，那个林天乐到底哪儿好？你要这样维护他？孩子，你们年轻人应该比我更明白，爱情是婚姻的基础啊。我问你，你和妮妮之间有爱吗？当然有了。叔叔，这么多年了，妮妮只要有困难，我第一个站出来帮她。她这次需要1000万，我眼睛都不眨一下我就给她，这不叫爱情吗？我做了这么多，我不就是希望妮妮跟我在一起吗？叔叔，我喜欢妮妮，我爱她。只要妮妮愿意嫁给我，你们的债我来还。孩子，这个不是钱的问题，这怎么跟你说呢？如果您不答应我，那你就立即把1000万还给我。莫哲，你看，叔叔我现在的确是没钱。这样吧，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尽快的把钱还给你，好吗？叔叔，我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是不答应。不过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妮妮嫁给我。如果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你别怪我。兰妮，莫哲昨天找我了。你们俩聊什么了？他跟我说，他想娶你，让我帮他劝劝你。爸，我跟他只是好朋友，我们两个不可能有别的发展啊。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说你的婚事，我不可能做主，得你自己做决定。哎呀，可他说，他为了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而且还说，如果我不答应，就让我把这1000万马上还给他。1000万，1000万我早就还给他了，而且我跟他说了，这钱我会自己还给林天乐。可是莫哲跟我说，是他亲手把支票给林天乐的。他瞒着我，又去把钱还给林天乐了。应该是这样。他凭什么这么做呀？我完全一点儿都不知道。孩子，你先别急。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呢，不是想劝你嫁给他。婚姻是个大事儿，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我知道你不喜欢他，所以我不可能答应他。爸，你别操心了，我去找他谈。那你一定好好跟他说，好吗？嗯。莫哲，哎，走，吃饭。干嘛呀？你凭什么去给林天乐还钱？你不告诉我？妮妮，我那是在帮你啊！你总不能让我看着你为了还债去折腾你自己吧？反正我不忍心。我替你还债有错吗？谁让你还了？我都说了我自己会还，我不需要你操这个心。我知道你想靠自己，我也没否认过你有这样的能力吧。我只是不希望你把工作跟债务混淆在一起。梅兰妮，你是一个有天分的设计师，一个设计师应该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创作当中去。你呢？你现在把工作就等于我赚钱还债，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会毁了你自己的事业？行，先不说这个，还有你干嘛去找我爸说那些话呀？我爸都觉得你是在威胁我们。妮妮，对不起，是我错了，是我一时冲动，对叔叔说了那些混账的话。我本来只是想让叔叔帮我劝劝你，可是叔叔说这感情的事儿，你自己说了算。我就一时没想通，这叔叔他为什么一点都不肯帮我？可是不管怎么样，对不起。莫哲，我一直以来我都说我们是发小，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懂我的，也是最了解我的。但是，如果我之前对你的依赖会让你产生什么别的误会的话，我今天郑重地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妮妮，我知道这一时半会儿让你接受我很难，我不逼你，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最好的朋友吧。所以我觉得不管你遇到什么事儿，我都应该站出来去帮你，不让你受委屈。我希望你知道，
我做了这么多事儿，当然我做错了，不过我希望你幸福。我就说嘛，莫哲是最好的了。如果以后你有什么时候遇到困难，我也一定第一时间冲到面前来帮助你。我啊，你能帮我什么？妮妮啊，虽然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合不合适，但我觉得有些事儿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帮你去找林天乐还钱的时候，他说了很多侮辱你跟我的话。他说我不可能平白无故拿1000万出来替你还债，他觉得这背后有原因。我跟他解释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所以你遇到困难，我一定会帮你。我不想让你受委屈，所以拿钱给他。而且我跟他说了，这钱不是我送你的，你以后赚了钱会还我的。对。可是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梅兰妮跟你靠得那么近，就是因为你莫哲有钱而已。他这么想我，我也没想到他会这么想你。原来你在他那儿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了。他最后还说，这1000万我收下，你去转告梅兰妮，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他，叫他好自为之。真的这么说吗？妮妮，你放心，债务的事我全部都解决了。我只是要让你知道，我会永远在你身边，相信我。